6月10日星期三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馬竇福音。耶穌說：我不是來廢除，而是使他們達到圓滿。所以無論誰廢除這些誡命中最小的一條，又教導別人這樣做，他將是天國裏最小的。但無論誰遵行這些誡命，又教導別人這樣做，他在天國裏要成為偉大的。反省：耶穌沒有訂立新嘅法律，佢只係希望人將舊嘅法律唔公義嘅地方加以改善，並且達到圓滿。我哋諗一諗，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先能夠對社會嘅公平性有幫助呢？舉例說明一下。以求學為例，要做到點樣先至算係圓滿呢？分享一下你嘅理解。祈禱意向，祈求聖神幫助我哋以天主嘅誡命成為各人嘅生活指南，好使大家嘅生活變得更合乎耶穌嘅教導。願上主俯聽。行動回應，請教自己嘅爸爸媽媽或者宗教老師，增強對今日福音中對圓滿嘅理解。